因为若到歇热时阵，家人和平岛人是吵。今仔日也重新开放啊，采用线顶登记分配入园。虽然讲园区内面是袂当食物件，水池也无开放，不过也是有人专工带囡仔来遮行咧。有2000万年历史的海蚀地形景观，远远看就通看到家人树。今日是未开放的头一天，伫咧家人和平岛公园会当耍水的所在，包括海水游泳池，也个囡仔上介意耍的水池，拢无开放，简单开放沙坡。因为今日伫咧线顶登记的人数，简单30-40人。比预期的少。我们去年的这时候也有来过，是整个停车场是满的，这时间点也是满的，即便外面再热也是满的。这样多久没有游了？2个多月。就是配合啊，我们都会配合啊。会当出来透一下气，民众是拢真欢喜。不过考量防疫，园区无分室内外，拢袂当食物件，简单会当跑出去。园区也鼓励民众先伫咧线顶买票，分时段入来。即马即个上悬的人数吼是每2点钟控制是伫1400人。这是规个园区，讲到阮游客中心是控制即个373人安尼。便若到歇热，人山人海的正滨渔港，即马也无啥人做生意。附近的条景公园、甲八斗仔公园人也真少。虽望即阵小可放冷，不过民众甲店头要是希望会当真正解除封锁，才通安心出门享受在地好料理。记者闵金玲、许凯，家人报道。